担任市长黄伟綽甲内政部长罗世芳共同主持白河172市道的通车典礼。这条道路是连接白河、东山、关仔岭的重要道路，长度大约1.5公里，每到假日时就会塞车，所以市府甲原本10公尺宽的道路拓宽到18公尺，变成4个车道。大陆的路平的品质也非常好，这可以见证了，即使在偏乡，尤其在我们这通往交通这个名胜的地方，像关子岭，这个能够有一个非常顺畅的道路。黄伟綽表示，拓宽会当有效疏解交通，整合串联关仔岭文泉等周边观光景点，打造完善的道路环境，吸引游客来访。不过，上感谢的是内政部补助将近2亿，让工程顺利完工。拓宽工程也是采取这个半时间，就是讲因为伊是拓宽的关系，你无可能咧规个路拢动起来吼。所以咱真济咱遮在座乡亲时代伫咧出入的时阵尤其伫咧工程的期间会有遮困扰。但是即马已经完工了后，真济咱的人口要来这个所在参加观光啦其他。真好的这个旅行的行程会有真大的帮助。经过3冬的时间，让交通更加顺畅，同时带动区域观光发展。20至到今年3月份，国土署补助台南生活圈道路拼建经费总共有124亿，人行道拼建、行人安全改善、道路品质改善工程等经费有156亿。中央地方将持续合作来建设大台南。台南市民所采采访报道。